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6号。这一期咱们再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聊一聊0公里二手车。自从这个长城汽车的魏建军在媒体公开这个车圈的恒大已经诞生了，并且指出这个0公里二手车乱象，让这个舆论更加关注这个车圈以及0公里二手车，甚至有关部门专门为此开会，要整治0公里二手车。那这个0公里二手车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每日经济新闻它有一个调查报告，叫一线调查，新车当二手车卖，揭秘0公里二手车背后灰色产业链，主机厂清库存， 4S 店冲销量，出口车商跨境套利。它这个报告还比较详细披露了这个0公里二手车背后的乱象以及它这个生态。我们一起看一看说眼下中国汽车市场价格战白热化，0公里二手车现象浮出水面。记者调查发现，近期引发热议的0公里二手车已经形成灰色产业链，车源涵盖厂家、大客户、销售资源车、4S 店、冲量车以及直营品牌退订车等，此类交易已经延伸至境外。该现象引发法律合规性和市场竞争行为讨论。律师指出，若存在虚假宣传、套取、补贴等行为，交易可能触碰法律红线，也就是这是违法行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叫刘希、董天意这个报道说这车表显才100公里，今年3月刚上牌。近日张明在浏览懂车帝二手车平台时，发现一辆奥迪二手车异常情况，新车指导价40多万元，但这款车却便宜了11万元。张明尝试拨打车商电话后，对方直言这其实就是辆新车，只是上了牌。现在市面上很多这样的车，它一共表显是100公里，那就是新车比那个真正的新车便宜了11万。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呢？根据线索，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实地前往北京花乡二手车市场走访时，发现这辆奥迪二手车就停放在露天停车场。这个花乡二手车市场我去过应该在丰台那边，南三环应该是快到南四环了吧，那个规模非常大说这辆奥迪车身仍保留原厂保护膜，座椅、塑料套、防尘脚垫均未拆除，那就是新车车内散发着新车特有的气味，仪表盘里里程数仅100公里。二手车商刘文坦言，这类车要么是车企为完成销售任务提前上牌，要么是大客户采购后直接转手，本质上就是新车，但按二手车来卖。伏天酷暑还未到，中国汽车市场的价格战却已进入白热化，新能源车企接连降价，传统车企也不断推出促销政策。然而在这场公开的竞争之外，还隐藏着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市场——0公里二手车市场，其存在已久的非市场行为声势逐渐壮大。记者调查发现说懂车帝、闲鱼等平台上，车龄不足1年、里程低于100公里的准新车多达数千辆，几乎涵盖所有主流品牌。例如，一辆指导价39.69万元的合资品牌 SUV， 挂牌价仅24.8万元，里程同样只有100公里。近日，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指出，0公里二手车是现在一种行业怪象。所谓0公里二手车，就是指上完牌照就算完成了注册，好像是卖出去了，但又回到二手车商手里，有3、4千家都在卖，是非常乱的。魏建军的话犹如一块重石，投入了看似平静的汽车行业湖面，激起层层涟漪。通过业内人士的描述，上述怪象的源头实则充斥着各大车企的影子。一位从业20年的二手车行业资深专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很多主机厂都参与过0公里二手车，他所接触过的所有新势力车企也有传统主机厂。记者以个人买家的身份联系到国内某新势力车企的大客户销售部负责人宋先生，对方明确表示可以
整批拿新车，10至50台降13000元，50至100台降16000元，100台以上单谈。宋先生告诉记者，上述价格为单批次拿车的优惠幅度，而从下单到配车需要4周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你一次提100台，那价格单谈。这是大客户销售政策啊。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在零公里二手车这张网下，主机厂、授权经销商、二网批发商、二手车商、外贸公司，甚至个人买家纷纷浮现其中。表面看，零公里二手车可以实现主机厂化库存、经销商增业绩、二手车商降风险等多赢局面，但主机厂库存为何增多？经销商为何要借此行为增长业绩？二手车商又在躲避何种风险？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经过数周时间，探访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二手车商、二手车市场和 4S 店，采访了多位业界人士，试图揭开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零公里二手车从何而来，流向何处？其背后又折射出中国汽车行业怎样的深层次矛盾和发展趋势？藏身灰色地带的3大车源，价格比 4S 店优惠30%。你要的就是这种车，没问题。我们手里还有好几辆类似的，都是刚上牌不久，价格能比 4S 店优惠20%到30%。北京花乡一家二手车市场的销售员小张向记者展示了多辆汽车，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里程表上数字几乎都在100公里上下。小张透露这些车大多来自 4S 店或直营店，有些甚至连提车手续都还没有完成，就直接变成了二手车。有客户专门找这种车，既想要新车的品质，又想省钱，我们就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数据，2024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达到1961万辆，同比增长6.52%。这一数据中并未涵盖零公里二手车的数量。业内专家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零公里二手车数量可能已经达到全部二手车交易量的5%到8%，这个数字也不小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国内零公里二手车主要有3大来源。第一类为厂家向大客户销售的资源车，所谓资源车，就是车企为了处理库存或者老款车型，通过大客户销售渠道以较低价格批量出售的车辆。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解释道，这些车通常被直接运到二手车市场，有的甚至没有登记上牌，但因为已经算作销量，所以只能以二手车身份销售。从这儿我就知道这个咱们每个月公布的这个月卖了多少辆汽车，对吧？又是100万辆，那这个数字恐怕这水分还不少你从哪儿统计呢？这里面零公里二手车这么多，那都是上牌的，这些数字都不可信对吧？你看那个咱们每个月汽车销量还在增长，一个月比一个月多，这个恐怕也是自欺欺人了。在北京一家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记者走访了多家销售零公里二手车的商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承认手里这类车源是来自大客户大批量采购，上的基本都是公司牌照，价格比正规渠道低15%到20%。最近2年，国产品牌的资源车数量明显增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二手车车商透露，尤其是一些新能源车企，因为电池衰减问题，库存车放得越久损失越大，所以他们更着急处理库存。你看看这个新能源汽车还不能放，对吧？你放的时间越长，那个电池衰减就越厉害，那你更卖不出去。说第二类为 4S 店冲量车或包牌包税车。在汽车销售领域，冲量是一个行业术语，指经销商为了完成厂家设定的销售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为了完成任务，许多 4S 店会采取自己给车辆上牌的方式，以此达到车辆已售出假象。尽管从未真正上路行驶，但在法律上已经归为二手车。北京南四环一家二手车专营店内，记者以购车者的身份咨询了一款中型 SUV， 销售顾问小李透露现在店里有好几辆这类准新车，说白了就是 4S 店为了冲量或者清库存，平时就挪车时用，所以表显里程低。他那个100公里都是因为在那个二手车市场从这儿挪到那儿，那儿挪到这儿，有的时候恐怕有人要试驾一下，导致了还有将近100公里的这个里程，否则的话他都没用过。价格方面会比新车便宜5万元，如果选择分期贷款还能再便宜1万多元。第三类则是直营品牌的退订车，这个也是个新名词
近年来，特斯拉、蔚来、小鹏等采用直营模式的新能源车企迅速崛起。这些品牌通常采用先付定金后交付的销售模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消费者在支付定金后选择取消订单。有些消费者交了定金后，因为各种原因不想要了，比如等不及或者贷款没通过等。北京某新能源二手车经销门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说这是如果有二手车商愿意接手这个订单，补齐尾款提车，厂家也乐意成交。此外，记者了解，也有采用直销模式的新势力品牌，鼓励销售人员以个人名义购车，并将新车返租给店内作为试驾。此类车辆经过1至3周后，大部分会流入二手车渠道，成为广义上的零公里二手车。你看看，还是厂商自己在造假，玩数字游戏啊！所以那些厂商动不动每天每个月公布自己卖了多少辆车，恐怕也是老王卖瓜呀，自卖自夸呀。一车多赢背后的市场供需博弈。综合现有信息来看，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并无权威机构给出明确定义。一般来说，业内将行驶里程少于80公里的国产车以及少于120公里的进口车，且已取得车辆号牌的机动车，统称为零公里二手车。这种现象自身也与汽车行业的特殊销售机制密切相关。上海二手车车商霍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零公里二手车多出现在车辆改款、季度末、年度末、车企新车集中降价前，为回笼资金，满足主机厂对部分即将停售车辆的促销要求。相关经销企业会批量为这些车辆上牌，并向下游渠道或个人以二手车名义出售。比如一些改款车型，主机厂会在新车上市之前停止这些即将变成老款车辆的销售，销售企业会在停售期前把这些车都完成上牌，然后再以新车价格9折左右售出。如果直接退还给主机厂，大概能拿到提车价格8折左右的费用，但变成零公里二手车可以减少自己的账面亏损，同时又能计入销售业绩，以争取年终返利，形成双赢局面。霍明表示那这是经销商为了冲销量，对吧？也为了应对新车型上市对老款车型的挤压呀，所以他主动提前采取这个措施。而转变身份后的零公里二手车流向何处？一些专业处置零公里二手车的车商在取得车辆后，会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筛选，热销品牌主流配置车型会直接上架，面向 C 端市场进行销售。上海某二手车车商告诉记者，此类车辆的落地价低于新车落地价7%左右，对普通消费者吸引力其实并不算大，但其15日左右的流转周期也远低于如今二手车平均28日的库存周期。这意味着面对新车市场无序的价格战，薄利多销零公里二手车至少能降低二手车商经营和库存风险。也就是零公里二手车一降价，它这个对二手车商来说，它这个周转的天数就减少了，那它的风险就小。普通的二手车平均的库存周期在1个月左右，那这种零公里二手车呢，它只有半个月，也就是这玩意儿走得更快。除热销车型外，部分车商还会将热销品牌的冷门配置车型上架，同时向同行发起要约，也就是业内俗称的拼缝。这部分包括租赁公司、网约车车队、以租代售为主营业务的二手车企业，后者取得车辆并不急于第一时间售出，而是通过租赁的形式取得一定的经营收益后，再将其进行出售，以增加收益。一些弱势品牌的部分车型则会流转向专营拆车件的后市场企业和部分二手车出口商，前者将车辆拆解并向第三方维修渠道出售配件，赚取零整比差价，后者则通过出口的形式将车辆销往境外获利。说表面上看，零公里二手车可以实现主机厂化库存、经销商增业绩、二手车商降风险等多赢局面，但主机厂库存为何增多？经销商为何借此行为增长业绩？二手车商又躲避何种风险？深究下来，零公里二手车现象背后更多折射出新车市场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风险。说来说去就是产能太大，需求小，供不应求供大于求一旦供大于求，各种造假
法就出来了。哪个主机厂商都不能说自己啊销量下降，他的胳膊打断了往袖子里藏，牙齿打掉了往肚子里咽，他一定要装着自己销量是蒸蒸日上，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啊，已经超过特斯拉了。所以这些数字啊都不可信呐，都是刷单刷出来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零公里二手车背后的本质是国内新车市场供需失衡，旧产能难以去除，新产能全力开动，就导致部分企业需要殊死一搏，出卷价格或者做销量，以免成为被关停并转的对象。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苏波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表示，2025年的最新数据，他说中国汽车市场目前至少已建成3000万辆燃油车产能和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能，新能源产能绝大多数为新建。目前燃油车产量及盈利率大幅下降，汽车产业生态重构迫在眉睫。也就是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加到一起，咱们一年能生产5000万辆汽车，什么概念？如果满足国内的需求的话，你一个月要卖400多万辆的车，否则呢产能的富裕，产能一富裕，对吧？你投资打了水漂，利息越来越多，你的这个每辆车的成本又高，形成恶性循环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车企必须优化经营策略，按销定产，更加精准的匹配供需，避免盲目生产导致库存积压。此外，还需提升现有渠道的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通过精细化运营增强市场竞争力，而非依赖价格战等低效内卷手段。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蒙向记者表示，实际上这个你把矛头对准这些车企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了，这些车企盲目扩张是它自身的原因，但是大家也知道咱们生产还是比较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就是咱们是各个地方政府招商，对吧？比如你是某个主机厂商，某个地方政府把你招过去，难道让你是以销定产是吗？人家把你叫去都是投资规模，对吧？100亿，完了年产要达到多少万辆，你产的越多，那个地方增值税就越多，税收就越多。至于你卖多少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我把你招来了，我给你配套土地，甚至我要给你启动资金，对吧？给你配套的这个城投平台的这个资金，就像地方政府把你叫来之后，我们来合资做企业，是要生产，是要玩命的生产，这样税收才有或者你说你一年就生产30万辆车，地方政府干吗？你这算没完成任务所以说很多车企为什么盲目上马，为什么要扩大产能？车企有车企的策略，他到那地方去投资，他也部分也是套取地方政府的这个配套资金，对吧？还有他的一些优惠政策，甚至税收补贴。所以车企有的时候开足马力生产也是迫不得已你以为他愿意所以这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或者汽车行业就是难解之谜。也就是说，你上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你协调这个事情，那也很难人家地方有地方的利益我这么大面积，对吧？工业园已经建了，产线已经建了，钱也投了，你不让我生产，那投资不是白投了吗？地方政府现在卖地卖不掉，搞了这么大一个汽车项目，结果你不让我生产，或者你让我关停并转，那谁愿意所以你看，这就是利益冲突你协调不了，你也管控不了。大家想一想，你这么大的项目都是发改委批的，这个地方政府不能说自己想建就建都要往上报，发改委批了，凭什么不让我生产？你不让我生产，那我就活动，对吧？我就开始各种向上打报告，反映情况，最后被迫协调还是生产吧。所以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再看这个每日经济新闻说他说跨国政策差异化的造富神话，也就是零公里车已经卖到国外去了。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但不为外界所熟知的是，中国二手车出口也在近2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其中2023年出口量达到27.5万辆，同比增长294%，也将近3倍2024年则超过40万辆，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实际上，与统计数字一同飙升的，还有被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的新车。一位在二手车行深耕20年的资深专家向记者表示，从2023年开始，除国内二手车渠道消化的部分外，在边境口岸和中亚等国的停车场内，数量不菲的零公里二手车就停在那里。此前，这条灰色产业链产生与各国汽车进出口政策密切相关，有人从中发现了商机。
计。根据政策，二手车出口企业从企业或个体户购进车辆时，可以取得13%或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办理退税。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对新车进口有着严格要求，其中就包括该品牌在当地是否具备完善的经销售后体系。一边是退税可以带来的实际效益，一边是政策空档下的海外市场蓝海。部分企业和商人将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推至台前。上海一位从事零公里二手车出口业务的人士告诉记者，在2023年至2024年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排排新车不分昼夜地停在路边，这些车都已完成报关，手续也齐全，只为能在第一时间运输出关。而在国门外的哈萨克斯坦，以至于更远的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路上随处可见停着汉字尾标的新车在等待转运。如果你前2年去过霍尔果斯，你就知道这买卖，也就是零公里二手车啊，当时有多好做。新车先在国内上牌，然后利用中亚国家的个人购车优惠和低价清关政策，把车以低成本卖到中亚，或者把中亚作为中转地，绕道卖到俄罗斯，利润相比国内零售能翻几倍。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交易流程一般是先于海外客户敲定车型和配置，以工厂交货方式报价，随后从车商处采购车辆，办理上牌和出口手续，最后在霍尔果斯口岸完成报关出境，同步注销国内登记。可观的利润下，零公里二手车出口快速形成了一条成熟产业链，包括主机厂、贸易商、货代公司、维修厂、停车场，甚至连车机系统刷成当地文字改装商都能从利润中分一杯羹。这就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啊！只要你能找到客户，专业代办公司能一站式处理国内全流程，而且时间只需要7个工作日，已经流程化啊！上述人士向记者表示另一位出口商则向记者透露更多细节。他说传统出口方式需要直面主机厂的高昂采购价，还要自行承担从工厂到口岸的物流费用，最终毛利率仅9%左右。通过二手车渠道，不仅有卖方负担国内物流成本，车辆品质犹如新车无异，加之海外市场对首任车主权益等概念不敏感，分销商往往以新车名义转售，使得整体毛利率可以提升至15%以上。特别是在中亚国家和中东市场，虽然入境时按二手车申报，但终端销售时，消费者更看重实质车况而非登记属性。这种特殊贸易提供了生存空间，但是我想中国人这么干，迟早是要把这市场干砸了的。这个只是现在还在初期，因为很多维权，对吧？很多权益还没体现出来。你那个新能源汽车，你那个首任车主才有车保，那电池等等，你卖给二手这个车主之后第二个车主那很多质保没有了。为什么这事还没发生？因为现在车还正在开，对吧？去了这个时间并不长，有个2-3年这些事情马上就会越来越多，口碑就坏了。到时候说不定还对这些进口商要罚款。但需要注意的是，零公里二手车所谓的生存空间，实则给在当地建立产能渠道体系的中国汽车正规军带来了冲击。零公里二手车虽然能短期内缓解库存压力，但会对车企的海外市场布局和品牌形象造成影响，对吧？这个影响是难以估量。你说一辆新能源汽车电池坏了不能修，你只能换，你等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那个外国的消费者会是什么一个心情？外国人会是怎么想？主机厂商不给你解锁，你那个电池修不了。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零公里二手车交易，说面对零公里二手车现象，王蒙表示国外汽车市场也有类似操作，只不过由于这几年国内车市价格战以及二手车出口等问题叠加，零公里二手车演变成一种变相降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零公里二手车交易的合规性取决于具体操作方式，单纯的零公里二手车交易并不违法，但如果存在虚假宣传、套取补贴等行为，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如何解决类似情况？王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车企必须优化经营策略，按销定产，更加精准的匹配供需，盲目生产导致库存积压。此外，还需提升现有渠道的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通过精细化运营增强市场竞争力，而非依赖价格战等低效内卷手
手段。消费者在购买时不能只看表面价格，还要确切了解这些所谓的特价车、质保、售后服务等合同条款。零公里二手车现象出现，本质上反映了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根源可能在于生产者未能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供给。生产者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能，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供给，这可能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而不能完全依靠国家的行政法规和政府力量干预。这个说法比较欠妥，因为这个整车厂商、主机厂商在当地投资本身，对吧，就有任务要求所以整个的报道看下来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对吧，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供大于求，产能太大，1年5000万辆的产能，我们自己才能消化多少？只要你的产能这么大，你的需求这么小，这中间矛盾，对吧？各种乱象，它就不会消停，少不了各种恶性竞争、打价格战。这是第一个这是根源。第二个呢，我倒是觉得如果只要不涉及骗补骗国家的补贴，对吧？骗这个地方政府的补贴，你只要不涉及骗补，我觉得他当二手车卖，当五手车卖，他降价，他卷，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车企，对吧？他可以自行那个决定，根据市场情况随行就市，对吧？他愿意亏本卖，你凭什么拦着他呢？你拦也拦不住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骗补贴，那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少干预。第三个就是你对消费者，你不能虚假宣传，对吧？你要明明白白告诉人家这是二手车，完了之后它有什么权益，对吧？它的这个跟新车相比有哪些权益你享受不了？也就是说你要让消费者明明白白，便宜在什么地方，你不能虚假宣传。我觉得这个作为主管部门监管机构，你管好这些事就行了，对吧？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套补骗取补贴，什么零公里二手车，什么价格战，这些不该管，而且也管不了。实际上你越管越乱，对吧？你表面上看人家不打价格战了，人底下采取其他的手段，这叫防不胜防。所以从这个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咱们应该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车企的压力有多大，这么的产能要释放，那个产能都是靠钱堆出来的，对吧？这生产线这个钱都有资金，都是有成本的，对吧？一个月利息是多少？你不生产搁在那儿还要维护对吧？还有维护成本，你也不能把它拆了卖废铁，所以它只有闭着眼生产，生产完了之后降价往出卖。二手车商套主机厂商的补贴，主机厂商套政府的补贴，就这么个简单，对吧？政府的有主管部门的补贴，行业补贴，还有地方政府还有补贴地方政府也有反税总之这些乱象，这些反常现象都说明了这个汽车行业，对吧？这个已经进入淘汰赛而且淘汰赛已经加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